来看婚姻观哦，对2008年开始，各党的死亡人数拢比出事人数较济。县政府嘛提出真侪补助，生第4胎地当领13万。上新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4月哦，有超过1500个阿婴仔咯，比去年同期是增加490个。嘛，预估今年婚姻会超过5000个阿婴仔。婴仔拄出世，爸母来到产楼护理站，看到家己的囡仔足欢喜。住伫婚林的黄先生，今年4月底拄做老爸，嘛顺利领到婚林万保良计划新生儿津贴补助6万块。欲望是还好，只能说我们本来就计划要生，但是会减少不少负担，是真的啦。预产期是7月底，多少可以减轻一点负担。为了提高生育率，婚林县府提出2年婚林万保良计划。若伫2024-2025年生，前3胎会当领6万块，第4胎开始13万。根据统计，今年1月到4月，县内新生儿人数有明显增加。1月到4月，咱同期来比较，已经增加490名的这个新生儿。咱来用安尼来推估，咱今年这个云林万宝龙，咱1年5000，2年1万的万宝龙计划，应该会当顺利来达成。社会处表示，今年1月到4月，全县请生育津贴有1542个，比去年同期1052个增加490个，计共发9000多万的津贴。希望县府趁2年推出2年6亿提高生育率的计划，会当顺利达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